晶晶過元旦。晶晶問媽媽：日曆就嚟用晒啦，點算啊？過多幾日就係新嘅一年，我哋會用新嘅日曆。新一年嘅第一日係元旦，每年嘅最後一日係除夕。除夕嘅夜晚會喺維多利亞港度有煙花匯演，啲人會倒數慶祝新一年嘅嚟到。但係夜晚我好早已經瞓咗啦，媽媽就話啦，其實小朋友都可以喺日頭慶祝，喺除夕嘅中午12點嚟一次模擬倒數。除夕嗰一日，晶晶去到香港挪亞方舟參加5間倒數活動，嗰度有